千金難買東南樓，今日志高物業帶大家去參觀奧雲峰一個東南方向嘅海景兩房單位買賣同埋租嘅呢個單位都咁先望到咧就係內園嘅景觀啦，遠望咧就係向東南維港嘅海景，前面長龍灣同埋九龍土瓜灣區嘅一啲樓景啦，但係遠望咧，其實可以望到海景，亦都高過前邊8度酒店。咁由38尺嘅露台咧，連接住客廳。咁客廳大家見到咧，其實基本咧就有一啲裝修，都唔係基本㗎啦，係全部大裝修嚟嘅呢個單位。咁其實一買翻嚟咧，可以即刻住得㗎，唔需要裝修。咁單位嚟講咧，地板啦、牆身啦，同埋呢啲咧全部整晒一啲入牆嘅櫃啦。咁呢間咧就係主人房。咁主人房咧，大家見到咧，其實方位咧都係望翻海景嘅，因為個窗簾拉咗落嚟嘅啫。咁望翻海景嘅，咁其實都做咗一啲衣櫃嘅啦。咁呢邊咧大家見到，咁喺一辣嘅衣櫃同埋做咗地台。咁呢邊咧有好多櫃咧都可以擺嘢㗎嚇。咁業主做咗好容易咁收納空間咧就好有嘅。咁跟住咧我哋再行翻出嚟咧，就可以望到呢個客房啦。客房咧做晒地台，咁可以做張床，咁亦都做咗一啲櫃咧喺呢一邊咧可以做收納嘅。咁大家見到，咁跟住咧由客房行翻出嚟咧，咁其實佢個廳咧有一部分咧做一個魚缸，咁所以嚟講呢個廳咧個飯廳空間咧就少咗啲，但係亦都可以擺到餐台，擺到 sofa 嘅。咁呢一邊嚟講，電視機擺呢邊咧，其實sofa 擺呢一邊，餐台可能擺嗰邊啦。咁跟住咧要翻嚟呢一邊咧，就係一個半開放式嘅廚房位啦。咁成個廚房咧，其實業主咧加闊咗嘅，將個客房位置改細咗，加闊咗廚房。咁有全新嘅入牆嘅一啲櫥櫃啦，全部新嘅，唔需要再特別裝修噶啦。咁使用過嘅痕跡咧都好企理乾淨。咁有呢一個 TCT 嘅乾衣機、洗衣機，亦都有呢個洗碗碟機或者烤爐、微波爐嗰啲全部有齊晒。不過雪櫃咧就欠奉嘅啫。咁但係咧就見到咧，本身業主咧對呢間屋咧都做咗一啲好悉心同埋好細緻嘅設計裝修。咁呢邊咧就係洗手間。洗手間咧就睇到啦，改咗做一個日式嘅浴缸全新嘅牆身全部鋪過雲石瓷磚，全部都執過晒嘅。咁呢個單位嚟講咧，買翻嚟係唔需要特別裝修嘅。如果你合適佢嘅家私或者裝修，咁但係佢嘅裝修咧，其實都係比較大路，都會合適到大部分嘅家庭啦。咁呢邊咧亦都做咗啲櫃收納嘅，其實就成間屋用咁多櫃咧係做咗間隔，咁跟住咧就望翻咧呢一邊咧就向海嘅。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可以聯絡翻我哋志高物業志託助理，為大家介紹翻喺區內20年經驗，留花到而家必然係專家。多謝晒。